的话就归给你们，就是以利亚的话也归给你们。我们就是到这个时刻，我们一起听到教训。我们的教训的话题就是我们把它叫做不可以在遵守是条件，你们就这样写吧，就是说不可以在遵守是条件。如果您想要下地那就要继续要遵守是条件。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话题要给你们的解释。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比较长的，这个就是我以利亚要证明的对所有的人，尤其是就是那些要拖到这个名字，就是有些人要把它改成了亚法、亚乌刷、亚乌书或者亚花等等，就是你们人类已经把改了许多的名字改了。那我今天就是来给你们解释，你们拖到却不会拖到，因为没有人拥有真正的上帝，却去要遵守是条件，这个就是第一个情况了。其实这个是第一件事，不是我刚才说的那段话。人就是罪人，没有上帝愿意听他的祷告上帝不听他的时候就是以色列的耶路黑姆。那他这个人就是要跟着魔鬼要同在，因为法律记着说罪人的都是从魔鬼来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我们先念下这个经文，按照约翰一书第3章第8节，你可能听有人在咳嗽，但是我的媳妇、我的老婆，她坐在我的身边了。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你们做的是非常好，这样做的是很好。这边话记载很清楚就是说犯罪的是属魔鬼那我今天就是我来给你们要证明说，那些遵守这个是条件都是罪人的，那你遵守是条件都是从魔鬼来的。我要说这个不是要侮辱你们的，也要从不侮辱你们的，但是他被打发来告诉你们所做的是不对你们做的是实在不行的，你们自己灭亡你们的灵魂的，你们的要有机会，就是在你们的时代的时候能听到这样的话。我要说对马达加斯加人，你们真的有福气因为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来教训你们的，在你们的海岛上来到亚乌说的大使，你们是被选召了，就是在你们在其他的国家中了，你们是主结果子，在亚乌说里面，你们真的有福气所有对你是指上帝的儿女，你们要珍住稳定了。
可能在多过那边心里有点不舒服啊，因为都是没有得到他们，你们就是在第二个，所以你们应该快乐，你们真的有福气啊，你们就应该要快乐，因为我现在对那些被选召的海盗说，在这个神的王国。有这样的生活，就是不再犯罪的生活，因为犯罪的都是从魔鬼来的，犯罪都是从魔鬼来的。为了这个原因呀，我就说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他愿意做，你们就愿意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8章43到44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便要信，他从起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因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那这个就是说，犯罪的人的，因为他是要杀人的，在他里面是没有真理呀。他说谎的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这个就是来表示他是个犯罪啊！我叫你们要跳下来，在下面一段话要往上去吧。在这个经文上，他就是要犯罪，要杀人的，不守真理，这个就叫做魔鬼做所有的坏事。魔鬼就是要行坏事，就是魔鬼行坏事，他真的要做坏事。他的儿女像他一样的也是做坏事，就是那些说谎的、杀人的都是魔鬼的儿女，所以这个就来跟您讲，就是听我的时候你要谨慎了，你都已经知道那些宗术是条戒都是魔鬼的儿女，是出于魔鬼，这些犯罪的人。就是没有上帝要听他们的祷告，上帝不听犯罪的祷告，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解释，在以赛亚，因为这个是个教训，所以我们把话必须要说的清楚一些。以赛亚书。59章第1到2节，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那些经文都没有写上去啊。耳朵并非发成不能听见，等你们的罪孽使你们的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也免不听你们的祷告。在这里就写的说的很清楚啊，这位上帝就从不听犯罪祷告，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因为你身份是犯罪，都是浪费时间了。那我现在要向你们证明，对你现在模仿这个教训，你们听到这个教训过后啊，那你们就要悔改吧，然后就是跟随以利亚，因为去天上天的路没有别的路啊，我都已经说过了，要提前要
这是以利亚的呼叫，对那些模仿教训的，对那些遵守是条件，对那些犯罪赶快归回来吧，要跟随亚伯拉罕的上帝大叫亚耶法。这是摩西爷爷所求告的。在印度就是他们有叫那个feed的时候，就是在这边的，就是原来这个W就是feed，却他们那个西方国家就把它改成了5，却在这个西方，在这个东方这个国家，他们要读这个W的时候就是V，这个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本不是他们来提因为我就是给你们来证明。我们就要随便打一个括号吧，因为这边就是 overcome。或者他们要讲 wife 的时候，你要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你说 wife 他们就是要不大听的，不太清楚，这个就我们打小的括号。我们在这里就要看到这位上帝，他就从不听犯罪的祷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9章31节，因为我在给你们证明，你们要上教堂都是在浪费你们的时间，别再去吧。约翰福音，我们为了荣耀要说，我们一起念吧。我们知道神不定罪人的，我有尽奉神的旨意，神才听他的。这位真的上帝，他从不听犯罪的祷告，那这个就还明显了。你要上教堂，要敬拜，都是浪费你的时间了。你要上教堂，要唱歌，都要浪费你的时间了。为了这个原因的，他们要上教堂的时候，都是要女的，要男的，就确实没有要真的要找上帝因为如果你要上教堂，就是你要想个办法怎么不再犯罪因为这个教堂是不除掉人的罪，那就是要他们在教堂里面都要做糊涂的事情，在这个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是太危险了。我们要想通吧，以利亚怎么说是你们是个犯罪就是你们在遵守这个是条件，你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是条件。摩西的律法，天父也把它拆掉了，就是要他把放线饼的要拆掉了。天父也把一旦把放线饼的要拆掉了，那接着是条件被废掉了，因为不能再遵守是条件。那以利亚今天来给你要解释，放遵守这是条件的人，那你们就准备心理吧。这个是令人的忧伤，因为我说的那个心理就是你的灵魂，你要把它要下地狱吧，下地狱你们要想通了，人类不要把你们自己的灵魂要灭亡了，你要把它要跟着那些假上帝你都要把它要做坏事要停下来了，要听灵魂的抱怨了，却你都爱自己要杀掉你的灵魂，你必须要死掉了，然后就是你要换程度你的灵魂应该要得到永生了，
劝你要把到下地啊，别太自私啊，别太自私啊！你的灵魂都向你已经哭起来了，要想得到证据啊，劝你都不理睬他，你为什么这样的欺负他？果然，你们真的要想通了吗？想通了，我们要先一起要念下因为话就是说，这位天父亚娃要把摩西的律法是调解废掉，根据这个摩西的律法是调解是天父亚娃的法律，他说这个在那个法律的基础。他说不可以加，也不可以上减的，不可以加减的。在申命记第4章第1到2节，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遵行的，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的列祖。就是你们的要拿到迦南的地这个是调解的目的就是我在给你们要说，就是你们在遵守它，这个要带着你们要去以色列的地那我给您要问这个问题你要遵守这个是调解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过以色列的土地你到如今还是坐在你的地方。确上帝的律法要赐给，要颁布给以色列的，只要我率领他们到以色列的土地有些人就是不羞耻的，他胡说八道说这个是以色列的灵，说的是以色列的灵，哪里有说是要赐给以色列的灵？你都要看到魔鬼的道理就是在那些宗教领袖的脑袋，我们都一起看到就是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的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就是他们要去那里，而不是你。你是知道的国家要遵守是调解，你是做错地址，因为这是为什么？这条法律就是要颁布给以色列的，确你是个知道的国家。如果是那个身份是巴色人的，我对那些在巴色的宗教领袖的说的，在多个你都没有去以色列的，你也不住在以色列的，因为你不是你祖先的土地那对你们的多国人的。你怎么总说是调解你是马达加斯加人的，你有没有住过以色列的？你也不去哪里住因为放去以色列的哪里才能可以总说你都没有权利去那边了，你怎么总说你们在这方面都已经错了。就是要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的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目的就是要进去以色列的地，劝你们到如今都要住在你们的土地您美国人，您法国人，您德国人，不管是你在哪个国家，我对你说，你在这种的情况你是怎么办呢？你印度人的，您是日本人的，你这个话你说怎么办呢？因为您都知道从这边所有的都错了。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减的，也不可上减的，好叫你们遵守的吩咐，就是这边话就是不可加减的，也不可上减的，所以这个往往不能加，也不可以加上减的，因为这是一条法律，不可动了，不可以动这条法律这个在上帝的
上帝的儿子在确认这个话，就在马太福音，这个就是原来人都说为是那个马太福音的，这个是怎么办了？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28节我读错了，我到约翰福音那里，我再重复再翻译马太福音第5章第18节。我是再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就是说，要说谁要遵守这个是条件，在不可以废去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因为法律在申命记第4章第2到2节不可以不可以加添的，不可以删减的。为了这个理由，要说就是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你们在遵守他的这个是条件，你不可以要废去他。那些人不在这个秩序之下，他对他没有关系的。却有人在遵守这个，就是上帝的至高的儿子，他就对你说，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申命记第4章第2节，不可以删减的，也不可以加减的。您在家或者在办公室的时候，或在听你俩要说的大事。您要听这个话，就是不可以加，也不可以要删减的。你为什么把要说要放进入在这个是条件里面的神父牧师那些宗教领袖的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把在这个是条件把至高的儿子要加进去我们说他的名字什么？因为你们都已经做了耶稣。都已经做了，就是那些假上帝教你们做糊涂的事情，这个要教你们遵守是条件，为了教你们进入地狱你们想，如果谁要想去下地狱就要接受耶稣真的是你们真的要把你们的灵魂要灭亡了，都是为了你的自夸自大，都是为了你的傲慢的，为了你的自夸弄错的自夸自大，为了你的高举，你都把自己的灵魂被灭亡了。你应该要想一想，我就说把话了要跟你讲，你为什么把上帝的儿子他就是要钉在十字架上，要进去到这个十条件。我们就在这方面来说说，因为天父亚娃把这个要风险病的要废掉了，不可以再叫以色列的要信的。我们来念这个在利未记书上面的，就在摩西的律法上面，你们要看到这个利未记，天父亚娃就不再叫他们要做，那些要求告耶稣，他们就不修这的，要把耶稣把耶稣把基萨斯。然后就是要替换了这个风险病的这样的道理，简直是个魔鬼。谁要跟随这样的道理，都是魔鬼。
因为这个都是要教他们在遵守这个是条件，因为他们把耶稣要加进去啊，把这个信息加进去啊，他们就要遵守是条件，他们把这个 Jesus 要加进去啊，他们就要遵守是条件，他们把耶稣要加进去啊，然后就是他们要收取十分之一啊。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目标，来收取1/10。我们一起看一下那个情况，在利未记，利未记第16章，我们从第5节开始啊，利未记第16章第5节，然后就把所有的经文要说吧。要从以色列的会中取2只公上样的，在这边就是要取一个2只公上样的，1只公绵羊的为燔祭啊。第6节，亚伦要把赎罪的祭公牛放上的，为自己的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上样的安置在会幕门口亚法的面前，然后这边都有很多的知识关于这2只公山羊啊呀，那是1只的公绵羊呀，就是公牛、公山羊。我们调到第几节？我们调到第29节到最后的每逢7月的祝寿日，你们要刻苦记心的，无论是本地人的，是寄居在你们的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就在这个在7月祝寿日，在7月祝寿日，因在30节，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接近了，你们要在亚法面前得以接近了。在这个7月10日在这祝寿日啊，就是为以色列的儿女赎罪，就是要把他们的要接近了，为他们赎罪啊，情况就是如此。然后就是天父耶和华要继续要讲下去啊，在利未记第16章34节，这要做你们的永远的当力，就是因以色列的人一切的罪，要1年1次为他们赎罪啊，就是要做这个，就是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啊，为了这个就是在利未记第16章整个书啊，为他们赎罪啊。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条法律，因为这个是为他们赎罪啊。如果你跟着这个真正的上帝，对他就接受你。如果你没有罪啊，因为在这个利未记第16章，在1年1次为他们赎罪啊。因为这条法律为以色列的要赎罪啊，好叫他们，好让他们跟着成为上帝啊。如果你们不了解的话，你为了这个凭这个
并这个就是要防止这个防止就是防限并且最高的一条法律，不是按时啊。如果你要不尊重那个按时的规定的法律的时候，没有那个防限病的，那这个就是要废掉啊。因为你不管你做什么，没有这个防限病的，因为这个防限病就是一年一次为你受罪啊。受罪没有防限病的防限的时候啊，那就是没有你受罪啊，那你跟这位上帝就与隔绝，死了之后就下地，这个是很危险了。不是最重要的法律就不是按时啊，乃是防限病的。为了这个，保罗使徒就来说，在希伯来说，我们用法语上帝来念，我们用法语的圣经来念。希伯来说这个圣经是在哪？就在这里在希伯来说应该是到10节开始，那好吧，第11节，希伯来说第7节第7章第11节，法语圣经你们也可以用马语圣经的，这个都是没关系啊。从前百姓在利未的人自私责任下受律法。假如说就是在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的自私这个就是要用马达加斯的语言来翻译的时候意思就是这样的倘若借着责任那完全的有何用的另外的新奇的有知识，因为这个就是它就是要在基础，所以法律都是压在基础的上面就是说要基础就是这个知识这个风险病的，然后那些法律都积压在这个风险病的风险的上面，那基础就是利未人的知识，那你都再想一想，如果你能把基础要去掉了，那个房子就倒掉了。只要你能把那个基础要去掉了，那房子就要别倒掉了。我不知道你们都已经看到那些被爆炸的东西在乌克兰都有常常看到这个情况，就是俄罗斯要再打在那个房子基础上那就是那个房子就会倒掉了。在外国的趋势都是令人的有伤心的，你们没有一个人都能逃走你们都要记住了。以俩说的话，就是以俩原来都已经教训过这个，已经说过这个，以俩都已经提到这个，我都说因为您的灵魂都寻找您要对你说，你为什么都不听你俩的？这你们的眼睛你都看见了，他的广告，你的耳朵都听，却你都要一直要谦卑他，因为你以为是人家是要像你要人一样的，你要记住这个一切因为人家难过说过与他同在就不再犯罪他就跟着最大的上帝要创造天地，他是上帝之上帝他创造所有的上帝，我的天父，他是最高的，他叫以利亚，他打发以利亚来的，与以利亚同在的时候就不再犯罪了。那么我们继续要讲下去吧。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是条诫和摩西的律法的基础，就是奉献的
也就是在利未记第16章为以色列一年一次为以色列的赎罪啊，所以天父耶和华就最讨厌这样的，因为天父耶和华已经要警告他们就是要做糊涂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做这个奉献的，因为天父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们不在糊涂啊，所以他们一直要做，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一年一次要做，他们就要趁着这个情况，然后就这个就变成了他们的习惯了。那接着就天父耶和华就无法有人受这样的情况了，他就因为这个就要变成